啊，这个双11的购物节，有不少的电商嘛来推出着册本拍折的活动，上价是拍价66折，结果是引起着独立册店的不满，决定今仔日停业一天。有超过40间的独立的册店嘛做伙来响应。文化部长李永德对这个独立的册店坚持维护文化产品，无爱来撤销的这个做法，表示尊重。人民册顶面讲，一间册店要伫咧11月11号休困，有要40间独立册店。伫咧网络不满电商平台，伫咧双11购物节推出白册优惠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公司、集团什么的，我们针对是这种行为啊，我们希望在事前就能够让社会大众有一个机会，能够去思考一下，想想看这样是不是适当。哈，它这个东西其实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完全是一种商业的行为。独立书店不以这种促销为手段的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这个我们文化产品的一定的质量，这个我们尊重。9号召开的公司第7届党干事审查会议，国民党推荐的5个审查委员全部拢请假。候选人若是摕到出席委员3/4同意，就当通过，引起不少争议。3/4这件事情究竟是不是可行促请朝野党团大家共同来正视了。公共电视法里面的规定，这个部分当时虽然是利益良善，可是呢，可能理想诚意过高了，实际上呢是自然难行。不过修法的过程拖伤久，文化部把新人恐惊未好解决。根源呢是在于公共电视法的规定没有那么严谨，所以留下很多一些解释的空间，甚至有必要的时候都可能要申请这个一些解释令。文化部强调，会先和法务部讨论厘清解说令的权责单位。团另外公司党干事改选，到底什么时阵才有圆满的结果？各界拢真注意。